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4月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可以说，特朗普给广大小散，甚至给全球金融消费者都发红包，红包行情，不光是胡适，就是美股、日韩指数都是暴涨。当然，胡适涨得更好，这个恰恰也说明胡一金老师所说的，这胡适有什么独特行情，走出自己的这种不受特朗普干扰的走势，那简直就是胡说八道。胡适现在妥妥的还是特朗普行情，直到伊朗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之前，那都是特朗普行情。今天这个沪指涨了将近100点，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今天无论是成交量，还是上涨的家数，还是上涨的反弹的幅度，那都是表明了特朗普这个红包那相当丰厚。截至收盘，沪指涨了 2.7%， 逼近4000点，深成指涨了 4.8%， 创业板指数涨了将近 6%， 成交额 2.43万亿，成交额也不少。总体上还是反映出金融消费者还是比较小心翼翼啊。大家记得吧，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缩量到 1.6万亿。为什么缩量？就因为特朗普的琢磨不定，金融消费者不知道该加仓还是该减仓。你要加仓，他就第二天给你来个 3% 的下跌；你要割肉，他今天给你来一个100点长阳，这谁受得了？所以金融消费者只能装死，减少操作。因为你没法赌特朗普。我倒是觉得接下来这2周，金融消费者应该趁着高点赶紧减仓，因为后面可以说这个中东的局势一波三折。今天能走100点长阳，过2天说不定就给你来个100点长阴。今天5100多只个股上涨，过几天恐怕就有5200只个股暴跌，没有什么不可能。所以说金融消费者应该吃一堑长一智，千万不要以为中东局势就这么完了，这只不过是双方中场休息一下，第一个回合结束，各自双方回到那个角落里面，又是擦汗又是喝水的，喘口气，等待第二回合。第二回合会更刺激，会更精彩啊！这个财经杂志他说，全球股票遭严重抛售。全球股市为何遭严重抛售？受中东地缘局势扰动，全球股市在刚刚过去的3月经历了显著的下跌。与此同时，对冲基金以近13年来最快的速度抛售全球股票，抛售规模为历史第2高。引发这一抛售潮的主要因素包括中东局势升级以及市场对再通胀的担忧。在此背景下，资金加速从工业、金融等板块撤离，转向必须消费与医疗的等防御性资产。尽管过去1个月全球股市遭遇大幅抛售，也有观点认为市场恐慌情绪已较为充分的释放，后续抛售压力有望缓解。值得注意的是，对冲基金总杠杆率和净杠杆率均出现了自2020年初以来的最大单月降幅，这表明基金经理不仅在卖出，更是在主动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以规避风险。总之，这些大家都在抛售股票，金融消费者还是要关注一下，就像这个国家队在4200点含泪离场一样。全球股票遭13年来最猛抛售潮。不过咱们胡适的专家刘继鹏他说， A 股大趋势持续向上，期待明年能共同探讨5000点。针对 A 股牛市难超1年的担忧，前海开源杨德龙明确表态，本轮调整只是外部短期冲击，不会改变经济基本面，市场很快将回归上行通道。他判断这一轮是真正的慢牛长牛，行情有望持续3到5年以上。但愿如此吧，沙滩上建高楼能扛这么长时间吗？刚才已经说了，在伊朗问题彻底解决之前，我们的胡适都是特朗普行情，所以说跟特朗普的一言一行有密切关系。而特朗普这个人琢磨不定，所以我建议金融消费者是见好就收。你比如胡一金老师，这胡一金老师可以说已经被特朗普折磨疯了。本来他是特别希望伊朗能够拖住美国，给美国狠狠的教训，但是同时他也希望赶紧结束，因为再打下去他的账户受不了了。
他的心，他的态度很坚决，但是账户不用说啊。所以昨天晚上当特朗普发那个帖子说一个文明将彻底消亡，威胁到了极致，让人感觉好像这个大战一触即发，也就是会升级，把这个伊朗炸回17时代。这个时候胡锦老师发了个帖子，是非常担心。特朗普说啊，今晚一个文明将彻底消亡，永不复返。我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它或许终将到来。然而，如今我们迎来了彻底的政权更迭，更加睿智、更加理性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或许会发生一些革命性奇迹，谁又能预料呢？今晚我们将见证这一切，这将是世界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中最重要的一刻。长达47年的勒索、腐败和死亡终将终结。愿上帝保佑伟大的伊朗人民。胡锦老师连发两问，胡锦老师可以说是非常的愤怒和紧张。他说，因为伊朗不接受美国的停火条件，就要让一个文明彻底消亡，这样的行动合法吗？这样的威胁合法吗？胡锦老师这个时候想起了跟特朗普探讨什么叫合法，什么叫非法。你不是找错人了吗？你跟特朗普探讨什么合法非法，这叫自取其辱啊！特朗普曾经说过是吧，他没有什么法，约束他的是他的自我的什么崇高的道德，大概这意思，也就是特朗普自己承认自己是叫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胡锦老师忘了，又开始跟特朗普探讨什么叫合法非法，这大耳光抽的。胡锦老师说，几乎与特朗普发帖前后脚。媒体发出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向特朗普政府发出警告，根据国际法规定，攻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是被禁止的。没错啊，确实这样，这个对特朗普构成了一定的压力，但是这些不足以阻止特朗普。如果联合国的话好使的话，那怎么俄罗斯跟乌克兰还打了5年呢？胡锦老师这个时候又忘了俄爹悍然侵略乌克兰了，那联合国嗓子都喊破了，有用吗？到这个时候，胡锦老师又搬出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可见胡锦老师已经非常焦虑了，神志有点不清了，已经，这都是救命稻草，抓一根是一根。说迪亚里克称，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意实施其打击发电厂和桥梁的威胁，国际法院将判定此类袭击是否构成战争罪。特朗普说了，不在乎这个战争罪，无所谓。关于轰炸伊朗发电厂和桥梁构成战争罪的讨论已在国际媒体上广泛出现。虽然特朗普团队淡化了这个质疑，但老胡认为，如果美军真像特朗普之前威胁的那样，把伊朗发电厂和桥梁炸得一个不留，围绕战争罪秋后算账，大概不是空穴来风。而特朗普总统曾是诺贝尔和平奖热衷追逐者。这胡锦老师总体上犯的错误就是以他的思维去理解、去推测特朗普，这就是本末倒置，对吧？这是永远得不到答案。但是从这个胡锦老师发的帖子可以看到，胡锦老师非常紧张、焦虑。这昨天晚上8点，如果特朗普真的要下达指令，是吧？升级战争，那今天胡适就是百点长阴，不是百点长阳。幸好这中间出了一些变化，特朗普同意暂停2周，结果胡锦老师立马嘴脸一变，开始宣布伊朗获得了成功，伊朗获得了胜利。胡锦老师今天早上立马发了个微博，说伊朗获得了有尊严的停火，特朗普没能取得他渴望的胜利。他说，伊朗接受停火提议。第一，伊朗没有投降，虽然从时间上看是在特朗普最后通牒的最后时刻达成停火，但特朗普认为伊朗提出的10点建议是一个可行的谈判基础，这表明特朗普为实现停火做出重大让步。与其说伊朗在最后时刻屈服，不如说伊朗把停火时间与特朗普几经延迟的最后期限对齐，是给了特朗普一个面子。那为什么要给特朗普面子，要给敌人面子？为什么？胡锦老师很有意思。首先，胡锦老师把这个停火和停战他混淆了，网上很多小盘，还有好多穿黑，
我看了就是穿黑，就把这两个概念搞不清楚。什么叫停火？什么叫停战？特朗普威胁的是说，4月7号晚上8点，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还不通，他就要摧毁伊朗，也就是战争要升级，炸电厂、炸什么能源设施、基础设施，甚至出动地面部队等等，就是要升级。他的诉求是4月7号晚上8点之前，霍尔木兹海峡要通行，就这么一个条件。如果条件达不到，对吧？伊朗就迎来地狱般的打击。而伊朗提出的10点建议是说停战，就是未来现在停火了，现在双方在巴基斯坦伊斯坦堡讨论的就是伊朗的10点建议。特朗普说你这个10点建议不错，有诚意，可以在这方面再去谈判。那现在达成的是停火，停火是双向停火，美国以色列也不炸伊朗了，那你伊朗你这2周里面也不要再炸中东、炸以色列，不要再打击林肯号航母了，让林肯号航母歇会儿。你这天天这么打击他，他受得了吗？就这意思啊，让林肯号航母喘口气，这天天一跑就是1000公里。先停火，停火的前提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个应该是特朗普的胜利，但是在胡锦老师笔下一转，叫伊朗胜利，特朗普没能取得他渴望的胜利。当然了，这个10点建议是接下来这2周里面要撕巴的东西，双方一条一条的去较劲，大体上特朗普能接受，大概这意思，就在这个基础上有的谈。胡锦老师说，他第二，伊朗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2周，但是他随时可以重新关闭海峡，与美方2周后或者未来重新发起攻击，形成对等威慑。关闭海峡作为伊朗的一个长期武器继续存在。这个胡锦老师就基本上已经前提都搞错了，是因为伊朗被打怕了，害怕自己被彻底摧毁，在最后1小时接过了巴基斯坦递来的梯子，借这个梯子下来了。待会儿说这个梯子是怎么递过来的。总之伊朗人一看有梯子，赶紧吧，这再不下你就完了，你下不来了已经，所以立马同意了这个停火。所以所谓的同意停火就是同意4月7号晚上8点之前，最后通牒之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敬酒不吃吃罚酒，就这意思。但是这个被胡锦老师一说成伊朗分分钟还能再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想封锁就封锁，美国你还是没招。第三个，胡锦老师说伊朗展现了国家反抗侵略的坚定勇气和韧性，在战争期间国内保持了团结和稳定，是团结和稳定，因为你组织了人墙去保护电厂，这个网上好多视频和图片，保护大桥，组织人墙。以色列你牛逼，你厉害，你敢炸人吗？以色列人对吧，还美国人，你敢炸这个伊朗老百姓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赌美国和以色列，你们还有人性，对吧？不就这意思吗？组织平民这个联名签名，1400多万伊朗老百姓签名，这叫坚定的勇气和韧性。这是胡锦老师说，这个无论是未成功的对美国飞行员的抓捕，还是普通百姓在电厂周围和大桥上走成人墙，乃至人们对战争痛苦的共同忍受，都表现了伊朗人民和这个国家悠久文明强大精神力量。上个节目咱们已经说了，伊朗是9000多万人口，反正1400万签了，那还有8000多万他是不愿意签的。但是在胡锦老师这儿，他就变成了伊朗人团结。这怎么叫团结？在伊朗这个数字如果低于 99.99%， 那就说明这个伊朗出问题了。说另外，伊朗实现了政权延续，而政权更迭曾是美以最大的目标之一。政权延续这只是暂时的，这现在是停火，不是停战。停战才是最终，是吧？画个句号，这个句号管多少年还不知道。现在是停火，胡锦老师就过早的认为伊朗这个政权延续了。然后胡锦老师说，反之，特朗普这一次丢分非常多，国际舆论对其威胁轰炸电厂可能涉及战争罪的形成广泛质疑，对其打这场战争缺少目标和退出方案更是给予了共同的批评和嘲笑。当然了，最后胡锦老师轻描淡写说伊朗也有教训，显得他很客观。他说伊朗也有教训，德黑兰战争前未能准确预判形势，
导致国家没有能力以有效方式避免遭遇打击，陷入了这场巨大的战争。这是对伊朗当局的一种委婉的轻描淡写的批评，没有准确预判形势，太乐观了，太小看特朗普了，误判了特朗普，所以说让伊朗遭致如此大的打击。老胡相信伊朗政府和人民会总结经验，汲取教训，让接下来的国家路线更加安全稳健。这个网上有很多川黑，他们黑特朗普，他的点跟这个胡锡进老师是一样的，他黑的还没有胡锡进老师这么全面具体。所以说我说胡锡进老师他是头部谈判里面的精英。我在节目中一再强调，你黑特朗普没毛病，但是在特朗普打击毛拉政权这个事情上面没必要再黑了。你黑特朗普那是自取其辱。特朗普打击毛拉政权，谁会同情呢？如果同情的话，那只能说明你跟毛拉政权叫同命运共呼吸，你本质是一路人，所以你是感同身受，没毛病。所有的这些装货，什么不希望战争，一个邪恶的这种毛拉，让老百姓抱着小孩站在电厂周边，这些装货怎么不说话？有这么干的吗？所以这些装货就不要在我这个节目下面留言，我看见这只能让人笑话。怎么没有一个谴责毛拉这么干的呢？这视频网上都是那电厂周边站了那么多老百姓，桥上也站着老百姓，这些装货不会真认为是老百姓自发的吧？对这么邪恶的一个政权，特朗普怎么教训都不算过分。记住了，我一再强调，如果说特朗普有什么遗憾的话，或者对特朗普不满的话，那就是特朗普还不够坚决，力度还不够大，就这么简单。这网上太多的装货，实际上你看稍微一转换，它就跟谈判是一样的，它就是谈判，实际上就是印度还有强烈的谈判，掌握了几个新词汇，立马摇身一变变成装货，什么要和平，不要战争，美帝也轰炸学校，死了很多学生。你看看这回人家毛拉把学生搞到这个电厂周边站着，把那些发射导弹的这个发射器在学校里面跟农民的麦子混在一起，麦堆里面在农场那个草棚里面放着发射器。怎么这些装货就不说了？还有装货在这儿拿伊朗的叫10点停火建议，说是因为这装货的不知道，这毛拉他搞了2版10点停火方案，一版是波斯语的，一版是英文的。英文的是拿去给特朗普看的，是要谈判的。特朗普说能在这个基础上谈一谈。10点英文的方案，我们在上午的节目已经分析过了。这对特朗普来说，那简直可以谈，没毛病。因为一不提浓缩铀，二什么发展导弹也不再提了。那特朗普一看目的达到了，其他的可以扯。但是波斯语10点停火方案中，他那发展导弹、什么浓缩铀，那都是他们的主权。有很多小盘盘，还有装货拿着这个来，所以说这个盘盘为什么这么兴奋？因为他们定向的接受伊朗方面的投喂，伊朗方面也是定向投喂，所以说胡锡进老师这一盘盘动不动就高潮，被打出这个内脏出血，打成一筋，对吧？面目全非，他还能高潮，你不服他是不行的。我为什么说这人是盘盘？他即便到了国外，他也不会用这些什么人工智能这些工具，对不对？实际上你随便找一个什么 ChatGPT 或者是什么Grok， 你搜一下，你伊朗人提的10点停火方案，波斯语的，还有英文版的，你把它搜出来对比一下。它的10点停火方案里面的第3点，波斯语版的叫接受伊朗的铀浓缩权利，但是英文版里面是没有的。特朗普昨天就说了，他说伊朗人现在谈判都已经放弃核计划了，这都不提了。说明特朗普没有撒谎，而是波斯人在撒谎。如果波斯人再这么谈判的话，可能坚持不到2周，也可能谈个2-3天。他们4月10号在伊斯兰堡，有美国是万斯、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伊朗方面据说是那个卡利巴夫带队，还有阿拉戈齐，他们要谈判。如果伊朗人还是这种两面派，那很有可能坚持不了2天就要开打。不要觉得特朗普这个人能够沉得住气。上一次在卡塔尔的斡旋之下，不就是刚谈判的时候，第2轮谈判，然后就把哈梅内伊送走了吗？
对吧？所以说伊朗要吃一堑长一智，如果再继续玩这种字眼，可能会招致更大的打击。好像是美国有媒体《纽约时报》是吧？还有一些媒体报道了伊朗的波斯语的10点停火方案，然后把特朗普气坏了。特朗普说这都是谣言。人伊朗人用波斯语发的10点停火方案是给谁看的呢？是给国内盘们看的，这是定向投喂，这叫宣传，不是真正双方在谈判桌上谈的东西。最后我再讲一讲这个花絮，因为有很多媒体报道，我们拼凑出来的感觉，这一次为什么巴基斯坦突然显得这么厉害，在关键的1个小时递出了梯子，特朗普也同意了，伊朗也就接坡下驴了。为什么呢？答案就是某个国家出手了，这就是东大。这个不是我编造的，大家看新闻报道。首先是特朗普，他在接受法新社采访的时候说，这是特朗普自己说的，他说他相信是东大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暂时与美国和以色列停火。特朗普说的。至于特朗普为什么这么说，他有没有证据？特朗普他没讲，特朗普他推测的，伊朗为什么突然软了、跪下了，那就是东大在背后施加了压力。这是特朗普的说法。那俄罗斯人怎么说的？俄罗斯人也说了，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昨天不是联合国安理会不是讨论巴林还有几个阿拉伯国家他的一个提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个草案是11票赞成，2票弃权，然后是俄罗斯和大国反对。那么为什么反对？这个俄罗斯啊，他的联合国代表聂边贾啊，他对记者说，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通过这样一份单方面的决议，将破坏任何重启谈判进程以解决危机的可能性。聂边贾补充说，这样的文件将阻碍大国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正在开展的和平倡议。俄国人说的，说大国正在和巴基斯坦、土耳其一道在斡旋。那根据《纽约时报》的4月7号报道说，根据3名伊朗官员透露，大国在最后时刻出面介入，敦促伊朗保持克制，展现灵活性，以缓和局势。美联社说，在最后期限临近时，大国以及美国副总统万斯共同促成协议，其中大国成功帮助说服伊朗同意停火。当然了，这个大国这边并没有承认，也没有任何报道，有点像什么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但是通过美国媒体还有特朗普还有俄罗斯联合国代表聂边贾的说法，那大国肯定是在从中起了关键作用，而且是对伊朗起了关键的作用。也就是伊朗听人劝，吃饱饭，你这么挺着让人揍也不是个事。最主要你不让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也站不住脚，也说不过去。这胡锦老师可能忘了，我以前介绍过，大国是一直反对伊朗阻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至少是不支持。那今天大国的外交部发言人也说了，这个有记者问说，伊朗打算向每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航运费，并与阿曼分享收入，大国对此持何立场？大国的发言人说，霍尔木兹海峡是重要的能源贸易通道，维护这一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畅通，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我们希望各方共同努力，推动海峡早日恢复正常。什么意思啊？实际上就是不同意收费，也不同意你在那儿阻碍海峡的正常通行。它叫恢复海峡早日恢复正常。什么叫恢复正常？就跟过去一样，叫恢复正常。过去不收费，你现在还收什么费啊？过去怎么走就是怎么走，这叫推动海峡早日恢复正常。所以根据这个报道，咱们也知道胡锡进老师和这些谈判认为伊朗赢了，这不就是一个笑话了吗？明明是大国在后面劝了伊朗赶紧扔个远儿，就是服个输，否则就炸烂了，到时候就不好办了。毕竟你也是6000年的文明，按理来说不应该轮着我来劝你，应该这么说。平时真实生活中你劝人不都这么劝吗？按理来说啊，这话都不该我来说。为什么？你也是60岁的人了，我这比你还年轻一点，我劝你，
对吧？你是6000年吗？咱这5000年，劝你6000年呢，按理来说轮不着我来劝你，你这修成仙了，对不对？6000年的文明，劝你服个软。为什么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果把你炸没了，你说那有什么用？不如先答应特朗普，后面再徐徐图之，慢慢来。你现在指望特朗普退步难，或者你赌特朗普不敢炸，那你恐怕又要错误，又要挨大耳光子。所以不如你服个软。所以在最后1个小时，伊朗已经关闭了和美国通话渠道，也就是把美国拉黑，把巴基斯坦也拉黑了。最后1个小时的时候，伊朗又把巴基斯坦紧急加回好友。也有可能大国给朗子支了一招，你给特朗普跪一下，那边给国内你就说保持了自己的气节，自己的核心条款，什么核武器这些，用波斯语再发一个。反正谈判我们都是这么弄，这一招挺好使的，对付国内的谈判，你看你怎么解释？有胡锡进在，自然有大儒为你辩经。这么一劝，毛拉政权一看，对，还是5000年的这个文明管用。这边给特朗普跪一下，那边回头就宣传，我们跟特朗普那是分毫必争，绝不让步。特朗普跪求我们谈判，这巴基斯坦实在是看不过去了，对吧？谢里夫立马跳出来说送我跪求行了吧？对吧？你们都没跪，是我跪了，求求你们了。这中间人难当，就这么个事。所以胡锡进老师这个结论呢，多么的可笑！什么伊朗获得了有尊严的停火，特朗普没能取得他渴望的胜利。最后我再说一下，实际上这2周都是赢家。为什么叫都是赢家？你看从哪个角度说？你比如说2个印度，那当然是赢家呀！趁这2个星期赶紧拉油，对不对？现在油价马上掉下来了，我看油价下跌了20%，直接跳水。那明年恐怕跌得更厉害。趁这机会赶紧把就好多这个储油罐都空了吗？赶紧给它灌满。日本、韩国也一样，这时候赶紧到处找油。不管这2个星期以后美国、伊朗搞成什么样，总之这2个星期要是千载难逢的窗口期，玩命的把自己盆盆罐罐储油罐全部给它灌满。全球的小散户也是赢家呀！你看今天白点徜徉，日本、韩国回了更多，回点血。特朗普也可以趁着机会多攒点弹药，他的第4艘航母这是不是都在路上，又需要时间？再说30多天的打击，美军也需要休整一下，喘口气。那伊朗更是了，伊朗这个时候抓时间，赶紧国内抓特务、抓内奸，继续内斗。但是这一切一定要抓紧时间，这个时间窗口很短，稍纵即逝啊！因为特朗普非常不确定、不稳定。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